人工受孕呢個過程之中有一個檢查，就係將呢個胚胎抽樣去檢查，睇下呢個胚胎係咪正常。咁事件呢，就係喺我哋有一個治療中心呢，就係有2個個案，就係將呢啲樣本就送去中大嘅一個實驗室係做呢個檢查，就發覺有啲胚胎抽出嚟嘅樣本呢，就唔係屬於個原本嘅父母親嘅。我哋覺得係呢個情況係非常嚴重，係需要係嚴肅處理嘅。我哋接到呢個報告之後呢，我哋第一時間呢係已經係成立一個嘅調查委員會。今日晏晝呢，就我哋嗰個嘅委員會呢都開咗會嚟到討論點樣嚟後續處理。每個中心我哋有17項嘅活動嘅，咁我哋有14項呢係暫停佢哋嘅活動。咁另外有3項呢係因為只係牽涉儲存嘅啫，就冇啲太大技術上嘅問題嘅。咁所以為咗避免影響啲父母親儲存呢啲胚胎嘅情況呢，咁我哋係準佢哋繼續儲存呢啲胚胎。至於暫停咗嗰14項服務呢，中心係有責任去轉介去其他服務中心去跟進。咁呢件事情呢，我哋都係擔心有人為嘅因素，亦都可能有刑事嘅因素。咁所以我哋已經係報咗警。嗰間中心就係叫做希漁生殖醫學中心。咁佢呢個呢係響5月發生嘅。我哋去過中心一共3次，咁見過當時嘅醫生啦、胚胎學家啦。咁響整個暫時嚟講呢，我哋睇到呢就係響程序上呢就冇出錯，主要呢就係可能就係送檢嘅樣本裏邊呢，就係擺咗一啲唔係屬於嗰對夫婦嘅樣本。咁我哋喺7月3號嘅傍晚係收到管理局通報，咁我哋初步調查呢，就發現咧呢個日間醫療中心呢，就係冇通報到呢個事故嘅。其實佢哋係要咧24小時之內要通報俾衛生署嘅。咁因為佢冇通報到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喺琴日咧就出咗個要求通知，要求該中心咧就係要4個禮拜之內咧要交一個詳細嘅調查報告，要解釋返事故嘅原因啦，同埋佢嘅改善嘅措施。